第29届气候峰会结束，决定由排放大量污染甲温室气体的已开发国家，到2035年进前，逐年拢要提供3000亿美金的气候融资来支援弱势国家应对暖化危机。不过，包括印度、奈及利亚、古巴等这些国家，是认为这金额上少，批评已开发国家无做愈侪贡献。 主席宣布，第29届气候峰会 COP29 正式结束。经过真侪国家激烈谈判，甚至佮延长会议，参加峰会的真侪国家上尾要协议承诺已开发国家，到2035年前，特当至少提供3000亿美金协助开发中的国家，推动发展绿色经济，应对更加严重的气候灾害。 It's the right thing for speeding up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, which is good for Britain and it will help protect us against climate change. 因为各国对气候融资问题已经真无共，互谈判一度融为破裂。有真侪开发中的国家，真侪个气候离开，佮表示若是以开发国家无提供更较侪气候融资，会退出协商。而最后协议的3000亿美金，比暂时已开发国家所提供的1000亿美金，也到2025年对交期经协权，嘛比利提出草案的2500亿美金悬。 部分国家只好接受。We were demanding 1.3 trillion, once again, 1% of global GDP. What we got was 300 billion. However, there were some provisions that were included on the last version of the text, which made Panama accept it. 我明形容这个气候融资协议是一个新纪元。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是烦恼协议深度无够，敦促各国把这个协议看作一个基础继续发展，嘛强调，化石燃料时代结束，在经济上是必须爱做的。也毋过包括印度、奈及利亚、古巴这国家，拢认为金额太少，显示已开发国家有寡不愿意履行责任，反对通过协议。另外，协议内底包括国家之间会当直接交易摊权，互已开发国家影响减碳状况真好的其他国家，被摊牌的下度来弥补家己的减碳无够。也毋过有专家烦恼，若是无严格监管，可能颠倒会减弱全球阻止气候暖化的努力。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。